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。今日嚟到係2025年4月9日，星期三晚嘅靈修課。我係嚟自路德會象山堂嘅黃振權牧師。相信呢，大家都用緊呢本嘅預苦期嘅靈修集。盼望呢，我哋藉住呢40日，好好去準備我哋嘅心，去思考主耶穌為我哋釘喺十字架上邊。特別我諗喺嚟緊嘅棕枝主日呢，我哋會睇好幾段嘅經文。咁有舊約嘅引題啦，記載喺申命記書信，亦都係記載喺腓立比書。更加重要就係喺福音上邊記載喺路加福音嘅第22章。頭先呢，我都有講到，大家需要去好好預備喎。預備啲乜嘢嘢呢？同埋點樣去預備呢？我哋要知道喺舊約引題上邊，去提緊我哋天上地下唯有耶和華先至係上帝，除佢以外別無神。我哋可以用禁食啦。嗱，禁食咧，當然我哋食少一餐啦，或者咧去禁一啲咧，我哋平時可能揮霍咗嘅嘢，又未必一定係揮霍嘅，可能喺當中咧，我哋限制下自己，限制下自己咧，唔係餐餐都出去食飯，咁或者咧我哋限制下自己如果有人鍾意去打機嘅，或者煲劇嘅，我哋都可以係一種嘅提醒嚟嘅。禁止自己唔做呢啲嘢住啊，好好去祈禱，用呢啲嘅時間去禱告，用呢啲時間去靈修，我諗咧對我哋會有好大嘅裨益，甚至乎我哋可以利用呢啲咁嘅時間去做一啲嘅公益嘅事業啊，甚至乎咧我哋可以將一啲嘅我哋所擁有嘅嘢去同人哋分享。正正聖經強調咗一樣嘢，施比受更為有福。今日嘅福音係記載喺路加福音。我好想咧，藉住我頭先所講嘅一個預備嘅時候，我哋投入去呢段嘅經文，去思考下神同我哋之間嘅關係係一個咩嘅關係？主耶穌設立聖餐嘅原意係一個乜嘢嘅本意？亦都喺當中，佢帶領一班嘅門徒去參與呢個最後嘅晚餐。當然，當天亦都係逾越節嘅當天。聽我讀一讀呢段嘅經文先啊嘛。經文係講到咧，預備逾越節嘅筵席。聖經咁講喎，設立主嘅聖餐，時候到了，耶穌坐席，司徒話也同他一齊坐席。耶穌對他們說：我非常渴望在受害以前和你們吃逾越節嘅筵席。我告訴你們，我不再吃這筵席，直到它實現在上帝嘅國裏。耶穌接過杯來，祝謝了，說：你們拿這杯，大家分着喝。我告訴你們，從今以後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，直等到上帝的國來到。他又拿起餅來，祝謝了，
擘開，遞給他們說：這是我的身體，為你們捨的，你們要如此行，為的是紀念我。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：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約，就是為你們流出來的。但是看啊，那出賣我的人的手跟我一同在桌子上。人子固然要照所預定的離去，但那出賣人子的人有禍。於是他們開始互相追問，他們中間哪一個會做這事？